各位聽眾，歡迎攏收聽檳城福建嘅節目。這個禮拜咱個特別淡薄啦，咱後邊聽到咱節目以前咧，咪咕講俾個人講幾句話。頭一條嘅就是，那當媽仔是7月半，等人7月半咧是默默歸出來個了，還就得啊有啊，啥咪個頭冇有，所以我俾個人講，接落去，後邊幫這節目是咧。有幾那條數代誌要甲人交代嘅啫，頭一條就是當今到底我人個亂蛋，又到底我 forum， 又那是你唔捌去個我 forum 咧，我歡迎你去我人個檳城forum 去檳城福建 .com 啦，去頂面訂 forum 位，還是愛頭去咧，對使去 forum.penanghokkien.com。แล้วคิดว่า forum มี register คิดเลยคิดล็อกเตะ里面ผมจะ講คิดล็อก里面 and then แล้ว你ตัวเองคิดทำกันตรงกิมตอนที่ว่าเราในลอนดอนตันนั่นเป็นว่าเราคุยน่าแค่จะเนี่ยว่าตั้งmember ตอนที่เขาเป็น做一個特別選股，讓特別去看看，見看到人哋暑假得出去，就是讓哋暑假得一個特別嘅邊，打波嘅特別嘅邊，特別嘅邊那是哋暑假得一個好笑得一集，然後那是要去選呢，人見到咧嚇選到咧是，我人到結幾禮拜我嘅報告啦，個有。就是有影就是講有影你看乜佢叫人變嚟學見.com 會去訂啲 forum 會แล้ว去參加看咗人會去經過得這節目浪暑假。第二條代誌就是講你禮拜咧我人要幫一個特別慶祝我人頭一周年嘅節目。我人定住早幾禮拜我有落了幾那裡拍電話予聽眾嘅人叫人聽眾人甲我講人其實聽到這個節目就是介紹你來聽呀，其實 start 聽起其實開始聽起。你若是要甲我講咧，你會使去我若是你有麥來講，你會使去我網頁penanghokkien.com 咪倒手邊有一個 capster message位，你去訂者，下邊寫名 click here to speak， 訂下邊者，若是你有 microphone 來講，你就落互我一個節目嘅地點落hun證。你跟嚟使落落去正，落一啲流管好人講看，你其實都聽到檳城福建其實開始聽起檳城福建節目做咩事你是講檳城福建節目講看，แล้ว個有若是講你別買到底我嘅網頁會留咧，你使過去你咪佢頭呀，你使落一個 MP3， 若是你落 MP3 就是你 computer 咧落咧 MP3 MP3 落了是 email 過來，好我 email 是 online@gmail.com online@gmail.com 了寄隻 MP3 過來，我下個禮拜節目咧，我就會燒起來攞嘅流管咪佢頭講攞流嘅話嘅了出來。我哋接起來做一節目，即特別嘅節目，下個禮拜放。感謝攏各位支持，當今就接落去聽攏幾個搞笑。哎呀，各位聽眾，這個禮拜嗰時人等人請過，幾出來，咁啦，一隻腰子有。麻婆有酒有，還有一個攞粒雲吞，加芋頭一地。來歡迎來我哋節目，這個禮拜咱個講節目去講幾句是講個小興，特別後尾就我一特別嘅，變是一特別嘅頭一刀個時間來出爐來，來出爐是一句你知道？腰子。要至少人出路嚟頭一擺嚟開價卡開剛剛好樣值嘅。我嘅出路是我係當屋嚟即咪咕咗嚟當屋是出路真久冇講話咧，是伊朋友是麻婆嘛酒嘛，你睇做乜事我叫麻婆出路，唔是出路腰子。要知我叫麻婆是伊名是阿酒嘛，還是成個酒嚟咯？啉就這嘛麻婆咯。當佢咪名變麻婆啦。然後OK， 哎呀死啦！這個未起未落，這 message 話咁我別講，白日啊！哎呀，一早起來我未聽到電話咯。
嘅未掉跌啊。OK，當然咱就去講，當然講第一件就是乜了咁先嗬，我再講冇介紹你對，到 sorry，咱改變。初路是咱嘅郵件啦，是我同學嚟教你各位自我介紹啫。Hello， 郵件自我介紹。我從來未記啊。初路，有時你佢世界你冇叫人知啊？咁我未使，我未試。冇啦，即係叫啊郵件咯，咱叫啊。叫郵件，我嘅話咪叫郵件咯，特別咱郵件。即又貴又掉咯又賤咯。我福建話較有淡薄無咪像啲飄嘅福建話，較有淡薄陰淡薄。又見啊！你接落嚟咪就你曉啊嘛？你咪是邊樣啦？特別接落嚟，咱講廣話嗬，咱講華語嘅講廣話佢哋。講參啦應該是。特別咱佢哋講華語啊，咱佢哋阿羅人。家姐講華語。特別要緊，咱就住啲卡背。其實你 topic 是鬼嚇鬼告訴。哦 ，OK。我印象中我最驚嘅鬼是應該是四老闆咯。你家己，唔是你家己。好啦，家己照教佢哋家己咬字下就家己的。我覺得是四老闆咯，嘅吉利啊，我感覺。OK， 咱講學這個初路講過咧，是就為啥咱叫雲談講，但乜就是啲卡背網亂啊？是唔是這個就是卡背？我嚟接背，最路是最，我到你接背，路是額頭呀，額頭這嚿亂嘅額頭，佢邊啊會，佢哋邊啊講都會知啊，乜亂？有嚟咱叫施老闆講，施老闆你告訴，施老闆告訴是，我細漢嘅事啦 ，because 我住嘅地方是對面有一班嗰啲華南人住嘅咋，所以有一人。唔知有一間是即老嘅安弟啊，阿婆啦，人講伊奶奶啦，阿婆啊奶奶咯。但係伊佢啲撥款撥嚟撥搭白教嘅種，你知哦？所以就到一早起一出來時，就都飼，俾人咪叫飼嗰啲鳥，即係鳥咪飼嘛。然後就人講，咪我father mother啦，咪嗰啲 neighbor 講咪過去。一邊出邊人講問過去哦，又幫摸就係又幫摸物件，去幫你摸。我就無形中就是有一個印象講真驚，唔知是做下面啦。Then one day 人講伊頭也未困嘅時候，伊頭飛出來啦。飛，唔知飛幾多路 I don't know 啦。但印象中看到伊我真驚咯，我就是聯想到。施老闆呢款物件咯。施老闆係咩嚟？actually 施老闆是，你都薄膜嚇，一人走火入魔了就。你走火入魔。對，一人走火入魔啊！等一人阿妹嘅時候，就得被頭背出來咯，去找物件食咯。然後專門食咧，你知係咪食咧物件？即係垃圾物件。係咪垃圾物件講？我知。查某嚟過嚇。查某嚟嘅物件咯 ，stay free 啊，老師啊 ，stay free。個 text 硬醬對咯。本是食咧，人查某食佢咧菜盤啊，安尼款物件。所以人食到大人甲人講嘅時候，阿妹都看到是嗰啲頭背嘅時候，都看咩苦落嚟。佢啲殼卡，然後伊就唔敢背來攻擊你啦。哦，伊未看到呀。伊頭背嘅時候，伊阿毛滾過嚟，伊白嚟嘅了啊。哦，掉了。背都滯啊。所以要驚掉到去刷啊，驚咩黏掉邊啦。但係到對起伊嘅身軀嘅時候，未接到對啦嘛。哦，掉刷咧時對嘅時就夾帶個腦夾帶卡手。只就彈咧看咯。你有時我唔捌跳過，特別我捌跳過，就是人講黃絲只字長有刺嘅嚇，有啲金崩類都物件，我喺度長嘅。講有黃絲絲老闆背時，伊等下度掉掉呢啲刺嘅位啦。係你是見咗精係？唔是見咗精啦，見咗精係咩？見咗精是你見咗長嘅嗎？見咗長嘅龜啊，白硬線嚇。硬線，對。係講。應該是啦，我冇咩印象。我唔知啊，自己知，嘛冇知啊。你跳嘅奧拉米亞哦。很多米亞啦，叫。奧拉米亞就係吉利嗰啲咋。
哈，伊专門去唔知非禮查甫還是去幹查甫的啊？像是。誒，使講你代啊？會使，近啲咪抄字買本使講。你驚人掠到伊嘛？即係規身軀烏油，你看到伊早是較快嘛？這是有可能是人咧，有啲人想要做賊嘅呀。我唔知是唔是啊？不是頭睇物件咯。哦。啊，那規身軀lubricant啦，伊規身軀就已經lubricant個了咯，較營造嘛。因為我聽到時我講，那時我看到我那面嘢時，我看咩點開，笑呀。點開啊！啊，我才懂嘅。冇會來嘛，冇會來嘛，看咩點開咯，你未掉時，看咩放開係笑咯。哎呦，嗱，我會記講，古早你四老闆嚇，伊人伊你看你背嚇，伊suddenly掉你厝外口嘅樹欉啊，伊袂走咯咋，你特別叫你隻歌啊，拉互伊走，啊無伊走沙起嘅時啊，伊死掉病嘅時啊，啊，你規間厝人衰咯。哦，啊，真衰啊，真正衰啊，甲你講成啦。伊頭是大粒唔細粒？應該阿妹袂使拍晒外口呀。哦，啊對，阿妹袂使拍晒外口。811應該驚811驚你死老闆阿妹。切喙啊！無一隻你垃圾物件要切喙嘛？冇應該驚伊等下袋咗當了你啥呀？你咩衰？啊，應該是要這樣衰咯，應該。Anyway，你拄到是老闆就是衰啊嘛。哦。OK，咱當叫咱個特晚了有錢啊！特晚頭跑路嘅時，門口你會講嘅時講，哎呀，我冇面夾講嘅，特別佢講得濟。你掉嘛？掉只前面嘅。你先去來炒下，來，都講唔有講。你當叫時個每到啲喺台灣落，台灣冇啦，喺雲灘落了誒。嗱，你個會記中零嘅，你估嘢個數。會使肯定咧實講，嗱何中嘟，咱架即個叫雲灘講成。雲吞講你連個白你，但係雲吞講嘅，佢把頂到攏聽到你幾個是真驚嘛？你節晒甚至節晒嘅驚，嗱當叫咩？當呢個咩？個白你個雲吞啊，當叫本身係學第一本咯。酒店啊，酒店，我知道我去 KL 啦 ，KL 一個山頂嘅所在啊，你阿妹邊開嘅講本是會靈嘅嘅所在咯。了我就加一班嘅朋友去咯。等去了，我能到那邊耍咯，耍潮咯。佚佗嚇，佚佗做小。佚佗。即個雲吞都要甲人解釋啫，那是新嘅聽講，咱聽啫雲吞講話，甲我人嘅福建冇咩像嘅，你是伊都冇走，伊實啲南方，伊實啲人會底嘅攞了。雲吞咧係底攞了雲吞，伊當做好嘅人嚟，所以講話淡薄冇咩像，特別有啲想去邊嘅，家己人到邊嘅時候。咁一直去講嚇，แล้วตำบลเล้งแล้ว我就ตำบลเล้ง咧我就做小咯，做小我就唱個大戲嘅，我係掛咗。哦嚇，我曉唱本啊，兩仔我都冇聽過，都各位聽講。是咯，各位聽講，有人聽，有冇？你下你講呢事，你唱大戲很巧。唱咯，唱咯。不要緊咯，等陣我諗到去差唔多7、8點咁啦，暗暝7、8點，食飯，伊諗到去耍這個卡西諾咯，去博繳，去佚佗，去卡西諾博繳，等我諗規日無去啦，就拿房間咯，等我去多一個咯，了伊諗拿外口講話你看啊。then 了也貴哦，都啲不係你就。Oh my god！我是唔知啦，我是成講我是困起到嘅。哦，你都唔知啦，你冇感覺啦。我是感覺拿你做夢你看咯。哦，特別你看到物件呢？冇喎，伊啲不係唔算是我唔知。哦，你唔知，你完全唔知啦，只是別人同你講啦。對。等伊啲不係先了，想到。走出來，行來行去，無講話咋？等我朋友就問我咯，你就做咩啊？無講話行來行去。
等我都無意呢咗，等我都啊我走去長嘅極長追咗，有看妹啊，有看妹啊，追翻啊，有看妹。我話頂當時看到你折衫，頂當我坐就折衫，長追唔敢看妹嘛。特別佢接龜嘅時，自己看下了，哦，長領追了，啊，長領追，長領追緊了領領，嗯，啊，我邊度看妹咯，誒你那邊做什麼啊？因為看我無對片啦嘛，然後我就爭差唔多爭半點鐘咁咯，你話爭緊都胖，是咯，啊我就出嚟了，我朋友就知應該是我是無對片哦，呢度去夾即個。杜啊，杜夾我手指喎，杜，佢夾我手指啊！你手指啊？你咋哩啊？哈，夾我手指，咋哩？咋哩？呢度夾我手指咯，夾啦，我就黐咯，我就講，哎呦，我都做到夾我手指青你就講我家己佢頭先佢長翼喎，佢講冇啦，我就拿得困嘛，我就冇個長翼啊，所以都唔知啦，你未記啦。是咯，我都唔知。即係佢有叫日斷嘅，你就係呢嘢呢？意思講應該是我是學龜碟我係線嘛。哦，學龜碟咪是特別日斷嘅啊。嚇，是。依家斷嘅度。一定唔知。哦，哎呦，啷個厲害，真係唔知，各位聽講，即係那邊咧學嘅你真係唔嚇咪佢特別硬食啊。硬食一度咯，你夾一招。你佢都係吹硬食一度啊，不是冇帶到學掉位。我朋友有摘嚟。真厲害哇，厲害！我是驚死嘅。各位聽眾，人琴日出去個口去你諗陳下係俾自己硬食，一杯硬食先硬食度，聽到咧阿媽講咧會，我最隔壁要出去死去下，可能你冇對皮時間硬在你懂自己。啊，天公，哇，好笑！你有嘢你唔要夾啲可粒你頭嘅應個。嗰個就係 at 啊你哦，嗰個就係 at，就係呢行咁唔係 at 百位。哦，好食好食，叫到看無了。嚇，就呢個叫啊，佢特別入到去屙啊，佢屙出來，就令追笑。你好睇 OK，那就都夠過嚇，完攤夠把你告訴我。自己嘅夠啊！如果厲害，我等佢輪流就去叫阿蕉講嘅事，看佢到底嚟到。你記住有特別嘅邊嘛？都可以講嘅字嘛？係咪？哦，對啦，超級白，啊你有知嚇？超級白，我胖幾白嚟嘅，胖嘅幾白啊！笨緊鬼啊，補鬼成個小虎咧嚇。係啦，呢個諗很久呀。講你撞嘟嘅嘛，諗白白。嚇，你講撞嘟你嚇？啊？你講撞嘟你咯，得自己。撞嘟我等嘅啊。哦，撞領係啊。係咪講撞領啦？係咪講出嚟未啊？你講撞嘟。哦，唔係講出嚟啊。講法證嘅咯。嚇，法證嘅講法。唔係啦，咪講下吉利啊你。做咩事講啦？那吉利那好講啦。你是我司機組嘛？然後阿妹我掛工嘛，咁掛工แล้ว我被準備你道具嘛，咁我 stay 啲你from 4 block 啊，我唔知你會記。我真係岑城行啊，邊個？我一擺。哦，from 4 block 是，即啊對，我係岑城行啊，邊個？我赤店位啦。嚇，對。嚇，我第一邊做咯，你使講地哦。嚇，做咩？我近點嘅位哦。對咯。阿未搞緊對，咪是上一擺啦。嚇，你好。上佢哋被赤你販賣部嗰邊嘅。嚇 ，OK，你好。販賣部是赤店。然後咪掛工咯，我做道具嘛，做了。誒，咁我唔知我唔 join 過呀。擺下後背啊，伊後背就是條路，會在起嘅，你公益路。嚇，對。嚇，แล้ว一路阿妹一路有車過咧，大家看到有火嘅嘛，係咯。嚇，然後我咪殺做物件咯，做阿妹做到正暗啦嘛。然後突然間唔知是外口有火車過嘛，然後看到一個人嘅影都在哦。一個人嘅影喺你 window 嗰邊，喺你藤鴨邊行過咯。因為奇怪咯，你騎條嗰邊咧，
徛到邊我講，追來徛到邊，一開頭我看無人。喲，特別你看到車開過啊？冇看到你人一徛掉你長腰邊咧。玻璃那一地地嚇。成個追做咩做徛掉後邊，然後做一把咪開來看啦，無人喎，無人啊，咁樣開傾點點。我隔咱人看到呀。你做物件，唔係講我了。最講我聽最。最老久啦，後尾後尾唔知最其中一間會員嚇來找我人講，我們出去喝東西，吃東西，搞了糟，冇對起啊，驚啦，即係買 steak 嘅嚟話咯。actually 你學等食幾啊？你講阿咩事啊？零你知啊？係咪數？早起是只昂嘛。人講啦，早起時咱咪就係人咯，早起時人氣就漲嘛，一啱嘅時候響冇氣冇人氣㗎，一不就陰氣咯。特別人講，我感覺就是你古早忙啊，是你無水地啊，隔嚟好啷做等嘅。冇個有日本兵咧，對啊，你做日本兵太人，是咯。日本兵太人嘅事，你唔是定單唔係講過講撞到特但你特別死住嚟合成嘅。特別撞到安尼一下聲，就那邊有掛意，安怎講啊 ？accident 是咁樣，意掛，我唔要講，意掛。特別，哎呦，驚人！你時即是你有知啊？你講人哋拍正嘅，但我都冇講。係拍正？你講拍正嘅？冇啊，就你拍正嘛，人講。拍正嘅上面都冇講。冇啦，你是講你記你禮堂嗰邊啊？講有一個鏡啊。而家唔係我哋教嘅人去 campfire 人stay overnight 嘛。一人大啲你禮堂嗰邊困嘛，困啊早起是有其中一間條，一間是困喺操場嗰邊嘅。哦。你人講阿妹是最好，唔係行過。佢哋禮堂嚟行嚟照行，你愛水去照啦，對。哦，我捌聽過是講人看到到底行，看到人操兵嘅，看到兵操步。不是有啊，日本兵嚟嘛，你講。係咯，幾多嗬？我都唔敢。啲嗰啲係你硬嘅樓，係你某一個崗嘅咯。對，後尾就拿到講嘅嘛，對。係爭嘅嘛，你講定到就是講嗰啲即。拍正嘅時，就是針頭，就是大啲即你等嘅位，你頭嘅了咧，就是掂你大杯嘅講嘅位嘅。哦。後尾講嗰隻就滴嘅嘛，滴贈嘅咧係。對。跟住人定到大邊嘛拍阿面有但是有阿面成個 exercise 嘅位，一邊都話一滴贈啊滴嘅咧，乜時做擺？你銀行擺嘅咧嘛？你是講嗰邊是？有拿到講嘅嘛？拿到講下，我叫隻拿到講嗰邊。對咯。你有你先生，因為先生強去拜嘅嘛。或者啷個頂住攞佢講咩對起？對當對啦，死未記，對當對啦。或者啷對起時啷去落，先知啊是。so far 呢個係記，檳榔我有聽過檳榔跌到落第隻龜嘅。8分我感覺是到咗有啊，係你檳榔曉啊。好啦。大橋。成吉山。成吉山係我講，大橋本是有啊。成吉山頂次格達布魯咪是講嚟橋，頂次是讓我聽到就係橋唔知。人格達布魯講嘛，講樣有上去，你一間房間嘅事，人講攏是。一間房間咯，買接啊！而家是阿妹聽到聲。兄弟，有一間專門是講有一間我聽到家有節目吧，去大過嘅，伊講一間房間咧，查某未使入去嘅。這麼說？知你見哦？一個是 BLU。嗰間是白屋還是紅屋我未記啊就。白屋一間青氣嘅。白屋對咯。錯。係有，我其中一個會員會看到啊，真是。最看到？真是看到啊！我唔知最會員，你目睭哎呦，高曬啊，應該是看到啊。目睭高曬，目睭你高嘅白曬啊！我冇聽過，你高嘅白曬係看到鬼嘅。
古嘅嘛會人講，比較會。那個這個咧古本嚟啊。阿蕉個話咪鬼告訴我。有啊，你講起成件山頂島就有咯，頂島就一間，唔是白厝吧？我唔知未記叫啥物名咧，有一間唔是往一個活動去外，伊內邊咧有燒水池嘅，我唔知啷知。我唔知哦。成件山近知乜是唔是迄個大間真係大間嗰啲 brother 嘅？應該是大間門，特別我記接去嘅時，伊個聽為咧都有兩個行咧是正對調，整個行對行嘅，伊有兩個行嘅。了，迄陣時嘅是因為暗暝是伊特別行，阿邊都要出去坐個叫做卡纜車，纜車係啊，坐纜車路車。特別行一段路嘛，因為我記就是因為伊迄邊快深門，你講你行無事，就是夾落落去山口嘅，因為山，佢加一隻龜哦。你我過去時，我暗暝唔知去，就是去山頂嘅位去看即個暗暝嘅景色嘛。了落山到對嘅時嘛，是要行到對迄個落入去，到對迄個網絡嘅位咯。了我會記講，我行到對嘅時，因為你行入去嘅時，你隻手邊就是巴肚來嘛。了你會到手就是山骹咧嘛。了我記行到一半嘅時咧，感覺到咧巴肚加巴肚嘅中央咧是有一個白影。喲，隻人啊咧！你感覺嗰陣時有上加一個人到啲內邊有索痕機啊，你看呢？喲，了你看到 N 嘛？你看到布布呢？個領啊！你帶到，因為你目睭就是看頭前，你就係講邊啊冇看到嘛？你或者感覺到咧嘛？所以人就話你啲魔鬼長轉啊嘛，所以咪。แล้วสิ่งที่ไม่คิดจะวันนี้咯，快接起聲咯。每嗰時個就係聽講可能是拿刀江啊，是係咪嚟？但係人講看到拿刀江本是有只隻色嘅啫，無聲嘅就有半嘅啫。哦呀，拿刀江還是你看到唔知青色嘅個加惡死嘅咯，加香嘅，白色嘅幾好嘅真係。但係你看到是白色嘅。你看到咩？我看到嘅是白色嘅。哦，未怪啦，冇晒訂。係 rainbow 嘅。rainbow 不看佢，我聽到是中澳嘅事，不並不一頭，就是看到 rainbow 嘅。有 rainbow 嘅咩？係是 Mardi Gras 啊 ！Mardi Gras。冇問人講啊，拿刀江。無人再講有陣時上加喺你坐在點有浪車啊，有人死啊，或者唔知垃圾咩嘛。尤其是我聽到我聽到我大邊兵敗嘅時，都真係唔知，都真係你不老啲骨到這個一個張路口十字口大啲十字口。你車水路邊向？車水路特別愛彎起。隻手柄就是彎起換那格嘅。我知。後邊只一輛冰白鬼啊邊，我知。拉威羅係冰我知。拉威羅咯。唔係彎，不即個車水路別彎起個拉威羅嚟位。紅青灰嘅位啊。冇紅青灰嘅，就是彎位嚟嘛，對面彎車手咧對面就是車嚟啊嘛。嗰邊只幾鬼下？嗰邊雪河會落晒哦。雪đất，就是過啦雪河。雪đất後邊會有雪đất。後邊冇咩？對哦，學生不是。後邊會一邊一個處長，點浪車就是浪下啲處長嚟嘅。伊處長小大張是早就人看袂到嘛。成錢啊，伊處長。成錢啊，成個有錢啊。我喺陣時嘅時，我係記我嗰時日頭嘅時，我載一個朋友咯。你有大咩日頭？我知道。邊日頭嘅時嘛，你咪滑擺咯。滑擺載伊嘅時候，要彎入去，彎隻手去嘛。你問一隻彎嘅時看到有人舉一個阿伯，
成日去食啊，特別穿啊真啊即係食嘅衫係。colorful 嘅。我捌看過哦，一個小人穿嘅呢。嚇，你我只規格咯嘛，你別閃伊嘛，你閃別，阿咪閃伊咧就是對面嗰個車來，阿咪浪就往頂擺咯，頂擺時，到啲你落口嘅位啦。你冰白起來時，看都吹不掉佢就去食咯。哦，你冇可能嘛？可能是唔是白超花？特別你講起即係嗰次兜嗰時間，上一個朋友咁是大啲啊，頂兜冇講過豬地咯。有豬地咯，地見啊！特別我學車過啊。豬地咯，點響嘅啊？豬地咯。我是都啊，黃毛都阿咩過時個無車臨下叫佢嘅。都正靚嘢啊，咪。少，一個就係佢呢個係爭嘅，你看頂兜時我聽人講，可能看到頂面啊，頂面有。你那火車過時，看到一個隻白色衫，一查某穿條衫裙衫白色裙衫，到對面掉。你看過呀？你是絕對是有知嚇。我招，阿招看過呀？我就是俾講啦，都到啲豬地咯。講。喲，幾厲哦！特別咪是呢，即係特別玩嚟玩去嘅嘛。對。我就是因為伊嘅，成日講伊嘅，即個灰咧是真啊，無面灰啊嘛，落地啊！嗰陣時嘅時，就是看到，就是我就我朋友，就是大邊玩嘅時，就看到對面嘅落地，做咩事啊？啲邊有一個白影，一個查某嘅，是哦。咁啊玩過咧，阿邊無講話咧，玩過咧，每時咁我話邊個係每個朋友，大媽看到，伊講有啊，有，咁樣走。有，你我無講起。你若無講起，你阿面，你揾是阮是真一個人捌看過，即個。係咯。伊是看到我聽是講你在那。要穿衫嚇，要穿下面。白色裙衫，白色啦貴數嘅嘛。白色衫個高奶呢，掉。高奶下掉。係咯。我冇穿地蓋啦。唔知咯，頭看。唔知可以看到白衫，佢看到。一個人下邊咧，一個人係這個一人穿裙衫是無穿地蓋咋？是咩？即係會諗咪成日唔視頻裡面諗嘅心法。搞咗嘛？你咪能講啦，你可能拍。我但係我而家拍唔到伊。當佢那個輪到對學一個講者啊，個幾個。我頭有啊。我頭你講咩？係講。我頭冇講條。你人仔啊，特別切嗰時嘛，有特病。當劍咯。有係你幾條槍啊，落白你可能多槍嘅會百病，通食物件。迄白卡食物件。迄白卡會食物件嘛？係你龍杯會攏知哦。講。龍杯係你磅嘅會頭先即係特別講嘅，我唔知。你講下。我唔知。嗰時要驚貴啦啊！真啦嚇。你係橋尾等嘅會嘢，磅嘅會嘢。啊？龍杯當時有磅咩？阿邊？有啦，真係冇磅。有啦。我叫我等啊！我運管啊，看無啊！一運管車關。แล้ว阿明就係發隻菇咧啦，唔知10幾年前嘅人講，你有你有攞你查某咋，去食幾條藤咯咋，แล้ว你一碗跳出來，一叫幾條藤咯，叫攞你冷仔，叫攞碗都仔哦。因為行我食哦，他食咗，แล้วขอลุย咋，ขอลุย是ลุย嚟咋。你食伊無食啦，就係人做生意，人食笨蛋嘅嘛。笨蛋未？我面數嘅嘛。對。笨蛋係咩物件？人笨蛋講就講，是唔是我唔夾無食？無食下對啦。แล้ว伊就問，伊就叫你查某無踩伊走去，看到伊幾條湯無食了，你知哦。แล้ว伊就奇怪，咁無食啦，就叫伊哋走。你知咧，用佢哋物件食物件是用味嘅嘛。哦，那傻咧哈！แล้วเจ้า咧時候，伊累，我未攞拜出嚟講是用咩？你拜出嚟講用燒刀燒白，你冇拜叉燒啊燒白。
咩？冇啦，有辦咩？超級吧啊！這個小雞呢物件啦，哈，แล้ว因為是會使食會使嘅味爽嘛，แล้ว一走咧時候，แล้ว一類啊變四樣抓進去。哦，變咗四樣抓。講去過做篤篤牆有隻節唔是 actually 就唔是荷蘭看壞嘛？係咯。係那時候你唔見看啦。要我個鏡看喎。家姐是甲看篤牆啊！我個鏡看篤牆喎，個鏡潮。即係老姨是甲看篤篤牆嘅。係咪叫老姨啊？我問到嘅時會情色師咧係嘛，跳古代嘅。啊，問到古代就只能看。我冇我時間國慶演唱會。嚇！你啷有聽過迄個中來你就係講嗰個 BBSM 嘅迄個度 ？BBSM 我哋 hospital 係有古仔？我唔知是唔是 hospital 啦，古仔講嗰個入不登pendidikan嘅位啊，係中來啊，講你病哦，我知古仔度喺邊拜戲嘅。啊，邊只隻？要練啲邊啊？個路。當度啊，是講阿面阿妹是有做白有車使入去北京啊，你看你係啊，對，都可能 masjid 嘅隔壁啦，你唔知咩 masjid 你看你啊，你啷不聽過嗰邊有嗰啲物件？講過，報紙講啊，講話，個報紙有別過。哦，可以嘛？講下你可以啲家己燒嘅。啊，你一見完咗家己報起係咪咪咧？你唔係喎，真係聽啊，呢聽啊。報紙有別，佢只能去看咧。定住，啷聽講邊靚嘅事啊？咩一件ปั๊油嘅，你有ปั๊嘅有一件有貴啊？咩天出貴啦？我下啷看？啊，你大棒馬路有嘢。啊，啷去看？你還得冇還得貴啊？人講唔知是咩，唔知咩發咩 bacteria 唔是骨頭誒。係。但同佢有知道講到一個講佢成日是膠嚟卡出頂嘅。嚇，有知講嘅。啊，係咪膠？爛膠？你曱甴是曱甴人大，我去過你曱甴唔是大一個啊露台I mean 個 rooftop 嘅啊，我成日是膠嚟度卡出頂就去。唔是我係，乜是我講。我就叫邊鬼，那唔是。我換隻關啊，乜人都講啊。你係借邊啊？換借啊？你點解借水 please？誒，寶寶，咱叫到啲雲吞，你講一個幾經驗啫。哦啊，雲吞是安尼 sexy 一句。OK，即個我有一個是我拿披薩做工嘅，做披薩嘅店啦嚇，我是hotel 冇做啦嘛，酒店嚇，免插伊啦，你只隻話嚇阿邦 P 嘅頭，P 嘅頭咯，然後冇拿酒店做咯，我就唔敢做啦嘛，我就出嚟去 B 嘅頭做工咯。所以我先喺邊做經理啦，然後伊個生度我是真大嘅嘛，會使行入去真侪物件放落邊嘅。然後到我經理都係較早來做物件生肖嘅物啊，所以我早來我就去成都偷食物件。講出來啊，偷食鬼嘅。偷食鬼啊！你去偷食咩物件？咪真領物件個了。啊，這是自己變呀。好啦，自己變啊，佢傻呢？你成日鬼頭疼嘅呢？嘛。哦，下了。แล้ว我入去咯，入去咯，我就拿去捶咯，捶啊，酸啊，酸個鬆嘅拿去酸咯。咩酸？แล้ว我就酸啊，勁。哦，嚇，勁物件食咯。所以勁咧，我就看到有一邊拿叮當，你看你知？南面啊，成都南面咯。成都那邊咯。我看去，然後我看到一個人褲幫一邊，褲幫邊本是拿咧
食物件咧，来食。等我就看，按照有一个人诶，我就调錯咗，我就真做經驗了嘛，看這個頂到所以直到我就啲唔知咯，啲冇看到咧，啲我就幾時啊，點咯，有件物件幾啊，然後就應該走出去咧，等咯，伊就拿一邊畫畫咗，Oh my god！個畫畫多聲咧，有隻你講佢咪人跨條嘅路嘅嘛？嚇！你畫路按怎畫？有咩事啊？喂，安尼啊？無，伊講伊用番仔話講喎，伊講，我將個應該在大南包啊！嚟喎，我是走㗎，你我講咩？喲，這個應該大南包啊！這個應該大南包啊！我馬蒂，馬蛋啊！嗰一個，這個不啦，你有聽到是這這阿妹阿龍講咯，長安，喂等陣，長安不啦，要驚咯，你都冇。after that 晚餐都講唔錯。after that 我走出來，我都唔加接佢咯，唔加接佢了，我都咪做咯。冇怕病哦。冇怕病。actually 雲吞都成日都會看到安尼。係啦。但係都到啦，是你去吹人去玫瑰嚇，係咪數呢？可能會原因咯。我有去玫瑰，我去算命過啦。伊講我是其實是未看到嘅喎，伊本唔知安怎我會看到。有可能都算。上加識先反啲有人實先看到咯，把照都會幫助。是哦，唔通哦，我未有幫。可能會掉字咧咯。咁樣佢梅，但我唔通咯，攞愛掉攞自己掉就好啦，我買。我驚咯。是咯，我買喎。你自己看，有人佚佗過一個碟仙啊，碟仙碟仙。切過是人達到笑嘅，即係你清病嘅是笑咧，會食嘅抓係你啊。冇，有一個比例嘅話啊，碟仙啊。係一個細細嘅盤邊下。請起來梅唔見啊！我唔是，我古早伊個先是叫七仙女。哦，七仙女啊，到底邊啲學見七仙女個冇像啊？邊啲學見七仙女，我亮七仙女，快點出來！安尼看你哈。係咧，做咩咧？出路我來啦！冇啦，你是騙你啦！冇，咱邊啲學見嘅七仙女個冇像，告訴我呀。我唔知，應該是放啊啦，頂到落應該是聽到我未記，我落啊未放過。是啦，七仙女是咧阿花嘅姊妹，到底要等為 BLU 嘅是叫七仙女。本來八節啦應該聽到啊 ，before 浪聽到這裡先應該聽到你寫係接成啊。我講佢哋咩嘛？對家姐嘅告訴。哦，對家姐嘅戲啊。對家姐。啊！你咩家姐？對家姐。對家姐。嚇！我唔知咧，係咩？Brokeback Mountain 啊，對家姐山。唔知咧。Brokeback Mountain 啊，對家姐啊。哦 ，Brokeback Mountain 啊。哦。你有冇叫啊？即係有知。咦？阿莫搞嘅啊，老千。我隻老狗啲刷名依嚟依起嘅。哎呦，這有知不知？哈哈，這你這話咩？我這裏咩？我在下個。個這裏同件事咧，點寫差唔多啊？我被企我差唔多被做工都被死啊！不知個有不了下路啊！這裏雲吞告訴真好聽啊！雲吞告訴你不知個有，是了啦，無看啊，只後尾是打啊，看到。個有淡薄啦，無咩見了呀。無咩見咧？哦。笨薄啦，有聽你看到嘅你目睭，特別你講你看名嘅時候，講到無啊？是咯，有可能。我講起你好多聽啦，你是有知？我講起你真人真事嘅哦。我一個安哥啦，我一個安哥吼，伊是畫邊領畫沙布車嘅咋？嘟嘟沙布的士。你在沙布車哦，沙布車是迄個
犯法咧，唔是正當嘅 taxi driver 啦，另外一種嘅啦。包紅車，有時唔知應該是啱嘅車換啦，唔知11點幾12點，伊就要載者，你拄好載到一個查甫，你知哦？你咪講，你去到咯？你查某講白雲山，你我阿哥講OK 咯，咪載去咯。載。啊！未到白雲山嘅時候，要到嗰邊，唔知到平華山邊，平華嗰邊就。然後到平華嗰邊是伊度，我阿哥咪開車看到後尾你行，你看到你查某面咯。佢哋面青色嘅啊。青色了又轉咗咯。伊講，安怎你查某無出聲，面青青嘅款。你講，你啊，因為你 Miss， you OK 啊啦 ，OK 哦。你查某點無出聲，講你停車。你阿哥講你後尾停車，然後阿哥我阿哥講 OK 後尾停，你只停啊，佢唔會走出去啊。你阿哥走出去是鬼？哎呦，我阿哥講應該是鬼啦，伊家己本驚嘛，無收你本走啦。咁下車，誒，伊對個厝看到後尾你寫的有曬啊。還是你是你查某老曬面青青。食嘛，食飯面赤赤咯。都唔是鬼嚟啦，這是，而且你食驚本啊，你看到，你看面赤赤點點咧，點點咁咪講話，你成看，應該是極條啊。你冇講兩個個 video 上面嘅臭臭呢？個 video 臭臭。啊是青鏡都冇是上嘅。是冇笑未起啊！佢下面鬼嘅故事。我未使講啊！嗱，把這個直接個落，有知你就教講，或者你個特別有叫你對嚟啊！我仔你就教講啦。特別我只做節目都是上條路啊。我個仔你去介紹阿姐，我冇 edit 我實都跟你辦嘅了。哎呀，咁你個 cancel 啲，咪講我名出嚟咧。你真衰！我哋你咁樣學我粗魯，你自己講嘅。就炸路棒啦！你咪炸路棒，你唔我 edit 哦，還是你唔要緊呢？應該是不要緊啦，再咪在啦。係啦，就咪在咯，係哎呀，都唔是講，成我咪是在啦，咪在嘅啦，我叫我名。不要緊啦，唔要緊啦，讓你硬啊，不要緊，我就安尼硬啦嘛。感謝咱各位嘅收聽，咱邊咧學緊嚟聽講，咱話咪鬼故事嗬，即個是往過嚟做開隻鬼故事個，但是你有影嚟講，你去話你亂蛋嚟，去話 forum 度邊咧學緊度 com 會，其實一看你其實要做，我在迄個，但係我一個未起未落，我哋拍電腦學我未掉跌，想搞條不拉真咧，但係有時你把這事我能夠落過時，我個時下度啲話幫其實會落過，即係幫時啷過嚟參加啦嚇，我能夠落過。今年要攞嘅切過嘛，我慢慢講鬼故事講個字咯。咁試下各位，我係特別嘅邊是新加坡，唔是是唔是新加坡？一地一地，新加坡是一地一地啦，一地一地有阿蕉麻木咯，本落地，個落地阿崩，個一地大地阿崩，第一大地就萬掌櫃咧，希伯卡萬掌櫃咧是話有錢咯，然後個鵝頭就我頭同你講咩啊？我就未記得講咩。希伯卡咧就幾條湯嘅，係嘛？啊！我頭困起啊！有時我頭變我龜啊，有時一個 of course 個是我嚟真係見啊，自己嘅親身嘅經驗啊，是人嘅經驗，就好一啲攞力嘅雲吞咯。咁時候各位，雲吞是包下面我被帶住。雲吞包面，包蝦係杜拜。參一粒是杜巴，一粒是包蝦，多平醬一粒咯。感謝下各位，把這兩個嚟落鬼鬼個實是不行啊！把這個係咪講咪話曬講下，攞是去玩 forum 咪去 suggest 嘢，學揾意見講係咪話題咯，咪講咯佢去邊咧學見到 com 誒隻啊嚇！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把這禮拜兩個講過，感謝啊！